来看到今年3月有一个23岁姓吴的查甫人是无驾照，佮食酒赛车，超速佮冲红灯去弄死一个做山工的医学生。当这死者老爸去出面去开庭，请求法官在甲这嫌犯判处当。台湾酒驾防治协会也认为讲，这几年这酒驾的案件实在是判了伤轻，对家属是第二间的伤害，也无法度来阻挡佮再犯罪。前后生的实习白满甲规套衫裤来到台中地方法院出庭，因为22岁姓陈的医大学生，今年3月到台中实习期间做山工骑车走外送，和23岁姓吴查甫人啉酒赛车弄死，但爸爸拒绝和解赔偿，只要求法庭重判。爸爸代表他，也穿上这医生的衣服，也仿佛他亲自到庭一样。我不需要他的赔偿，我也不接受他的和解，我只希望国民法官能够判最重的刑责。酒驾致死案件发生伫3月7日透早3点外，姓陈查甫大学生骑机车外送，经过台中市西屯区黎明凯旋路口，和姓吴查甫人无驾照赛车超速弄红灯弄着，佮逃走。2点钟了后向警方投案，酒测台尾公升0.37毫克，过去有3摆无照赛车，15摆交通违规记录，总计17万罚金无缴。触犯酒驾致死刑责是3年至10年有期徒刑。不过根据法务部统计，2019年至2023年之间，全国28万4867人酒驾判决有罪案件，判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人占绝对多数，平均刑度3.6个月。致死者平均刑度也无到3年2个月。台湾酒驾防治协会批评判决实在伤轻，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。法官在量刑上即便可以判3年以上，最后裁量结果呢，也不到3年2个月，所以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讲，会觉得很失望，而且会认为这是第2次的伤害。如果法官没有重判，根本没有一个吓阻以及制裁的效果。高速警建议司法机关要提供法官量刑一套完善的建议机制，让酒驾罪责相当，才会当真正有效协助犯罪，并让受害者家属的伤魂。本案已经完成言诉辩论，有计7十早起，伫台中地院国民法官法庭一审宣判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